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定来讲到歌哪加烧金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歌歌碗歌第7条。歌意思就是用手体，或者是用手甲手背交调咧，或者是讲手随落来摕物件，咱讲歌水歌哪。另外，这个歌嘛有手背意思，方便咱用手去歌，像讲摊歌，嘛会当讲是一个物件规拍的数量词，像讲一罐珠啊，一罐奶汁。另外，这个歌嘛有的意思，像讲脚灌水，就是脚有水肿。啊，若是脚气病，古早讲是灌脚气，也佫有平安符、保心安符，古早嘛有人讲是降歌。另外，佫有男方女方讲好亲情，男方头一届去女方厝内送订婚的聘礼，咱讲是寒订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寒水，寒水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讲用水桶来抢水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脚水肿。第二个词是一个俗谚语，人讲寒哪加烧金。字面的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寒啥哪，加先要去拜拜，结果是要去约会。啊，字句的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讲的甲做的无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咧合做伙。比如讲，一群学生囡仔做伙去露营烘肉，大家骨力咧起火大爆平，结果阿明讲要去溪仔边灌水，趁这个机会偷拍电动，随互人发现伊寒哪加烧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歌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